去吧。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，这就扛走了就。哎呀。饱了。吃好了。谢皇上恩赐。撤掉吧。这。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儿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，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。人生三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。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说得对。食色是人之本性，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，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。就能让他乖乖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啊！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！你又想干嘛呀？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儿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。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色狼皇帝还真是耐心啊！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？这可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！你累了？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。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呢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我这可不一样啊！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。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您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面也有金逆桶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不合适，皇上，您可饶了臣女吧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儿方便，朕不介意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了，是吗？
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。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2副骰盅。哎，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什么？对啊，我以前被召去侍寝，都是这样的程序。这是清宫特有的规矩，任何侍寝的女人都不能幸免。那易欢，现在岂不是很危险？大师兄，你先别担心，小师妹机智聪明，她自有办法应对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可她毕竟年少单纯，又毫无应付男女之事的经验，而且这是在宫里，她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男人，而是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。大师兄，你身份特殊，千万别冲动啊！不行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要想办法去离乾清宫最近的地方，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好及时出手相救。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，那我和师父只好放弃潜伏的任务，大家一起杀出紫禁城。不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们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跟六师父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潜伏在紫禁城里，找到关系到大业成败的铜匣，还有金钥匙。我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大师兄，为了易欢的清白，你可以不顾生死，而我呢？我在这里以身试敌，你对我就只有歉疚吗？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。皇上输了，接着喝。又输了，来，我给您满上，咱们再来一局呗。不要，皇上，我不要，真不要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酒还没喝呢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易欢姑娘，李公公，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，请回吧。可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。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还是回去吧。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，这就扛走了就。哎呀，再让我看一眼呗。哎呀，可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小气呢？小气小气。李公公，今天多亏了您了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易欢姑娘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今天我看皇上对待易欢姑娘，比封了正位的娘娘还要特殊。易欢姑娘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多谢李公公啊！这假如以后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，还得有劳李公公多多照顾。小小诚意，小小诚意啊！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说，好说。
一欢姑娘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走了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咱家带你去吧。哎呦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鳌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内仙，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鳌拜的指示，所以才会不动声色的关照。别怕，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朱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康熙有没有碰你？我刚才去见了倾城才知道，原来这宫中给皇帝侍寝，居然要脱光，再由太监用红绸裹着送到龙床上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没，哎呦，我当然没事了。真的没事？听倾城说，侍寝的时候连一根丝线都带不进去，我给你的蒙汗巾肯定也带不进去吧？那你怎么应付的？我就不信，那康熙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会不动心吗？他刚开始是有点动心，对我有点动手动脚的。不过我后来跟他提龙三了，我说我们这是假戏，不能真做。后来他就没怎么样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朱哥哥，你要是再怀疑我的话，那我可生气了。对不起，欢梅，是我错了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这次是我太大意了。如果那康熙再找你侍寝，我得赶紧想一个法子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跟鳌拜勾结的内奸，怪不得李公公今天这么照顾我呢，肯定是鳌拜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原来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棋子，此事万万不能让康熙知道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我们跟龙三说了，让他汇报给康熙，不光龙三能立功，还能得到好多奖赏。我们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多东西，分给谷底的兄弟姐妹啊。欢妹，你又犯傻了。我们这次来紫禁城，可不是来敛财的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帮康熙除掉了鳌拜埋在他身边的一条蛇，这对于我们来说能有什么好处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我明白了。哎，叶哥哥跟樊姐姐怎么样了？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，他们已经跟踪到了吴应奇的车队，正在想办法下手。我们在宫里的计划还挺顺利的，希望叶哥哥跟樊姐姐能顺利的找到1号金钥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日平安的团聚了。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